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昨伫网络节目表示讲，伊本地想要伫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办演唱会哦，讲伊才无做市长3个月，台北市政府就无同意。市长蒋万安是回应表示讲，北流袂当办政治活动，这是郭市长时代定的规定哦。台北市的文化局长蔡思平嘛表示讲，北流本来就规定讲袂当办政治活动。 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是东区门户计划大亮点。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5月份原本是要申请伫北流举办演唱会，结果考试才写进无到3个月，台北市府就无要予伊办。我本来想说夹带，你知道吗？假装要去唱演唱会，然后可以把政绩给大家看到。结果世态炎凉，你知道，我当市长，市长现在还不到3个月，人家就不让我在那里办了。主持人问到台北市长蒋万安是不是要出来回应这，郭文哲笑讲，这种代志常常被传去到皇上遐。我猜，通常这种事情都是太监就解决掉，不会到皇上那里。那这也是柯市长当时定下的规定，所以其实柯市长办公室来接洽的时候，北流都有告知。 哦，这都非常明确。因为根据郭文哲市长时代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规章，1809年12月就已经明确规定，免组织和政治活动。台北市文化局长蔡思平表示，这代志接触是伫3月底的代志，啊，不过2个月过了后，即马正做郭文哲的政治操作，感觉真遗憾。如果柯市长还记得北流的行政法人精神的话，他就不会说出那样子一个那个雍正王朝式的句子了，他就不需要讲这个了，因为他知道北流可以第一时间做决定。北流被当作是政治操作的目标，蔡思平表示，郭文哲讲天气已经脱离伊所用理解范围。文化局秉持行政中立的原则来办事，北流是行政法人，要留予专业的表现场所，这独立自主的空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